我喜爱，黄宝金的高大所在，为我的心，我为一般，愿有听分享世间，我听见地天好你，我心偏偏爱你一时。开我嘴唇，予我保养一生的心。伫礼拜中，咱有第二条歌，第二条歌是610首。这条歌有真侪人意爱。伫我第一遍牧会的教会，我会记得，我着捌陪一位阿嬷，迄时阵年纪真大，去看伊的时阵，阮着拢做伙陪唱这条歌。咱来听这个歌的旋律一遍吼，来。好，来，咱来唱这个基督的歌。耶稣是我心所欢喜，你使我命歌颂更年，愿一世高心为满意，愿我可你心为安宁。咱来知影圣诗，侪时阵是诗人透过这个作诗来帮助咱向上帝祈祷，向上帝感谢，向上帝学乐。所以就亲像610首的这条歌，咱学乐主，咱嘛讲伊宣告主，你是我心所欢喜。你所事拢光明，互阮活伫这个世间，虽然无够满意，有时也会惊吓，总是上帝所赏赐的教业，伊会惊字。所以当咱倚靠伊的时，就会得到平安。咱做伙来吟第5节，第5节，来。耶稣愿你高望听起，我世界平安欢喜，最后万世都被高你，将你先更求我的心。上尾这条歌，咱做伙来吟399首。399首是一条新加坡的歌，是真近代的歌。不过这条歌有真多意思。咱吟这条歌的时阵，唱着你的时阵，咱拢会爱，我拢鼓励兄弟姊妹，这散会的时阵唱的。唱着迄个歌词你的时阵，都爱看一个别人的，因为是唱互祝福别人。所以这条歌咱会吟2遍，第二遍咱会拿你转做我，咱来吟看卖啊！来，像前奏2个小节了哈，来。愿上主多仁爱，燃点你心内，主会听
每时刻，啊，你应当知。愿主耶更偏着你应主，以宽待你。主相信，保守你对之心，后应世代。第二遍，你甲唱一歌。愿上主，我今晚也点我心内，主会听每时刻，我应当知，愿主耶。更偏着我应主，以宽待我。主相信，保守我对之事，后应世代。请咱安静心。啊，这平安，这是咱礼拜的时间已经到啊，请咱备万心来敬拜，请作乐。来啊，咱着集中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有情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撒迦来金诗俄罗上帝，圣诗第7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会众请继续念选手。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信息，伊的百开。主圣旨意，我听见地天后你，我心
心变变爱你一世，开我目睭，予我看见一生的心，为我耳孔，予我听见你所传播福音真理。真理的声，纳入我耳内，往世界微微过来，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一世，为我耳孔，予我听见。一生的心，为我吹准，予我意爱，传播真理到达所在，为我的心，予我为陪伴，迎主天堂，分享世间。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一世，为我最尊，予我无用一生的心。咱犹原行着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使徒圣经伫圣诗头前，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地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谢谢。三甲来启应，启文第49篇。禅诗也是以赛亚书第55章，我来客请会众来应。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奶。恁哪着开钱买未食得的物啊？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物通食。趁找到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敢若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遮若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业种的有经济，对我嘴讲出来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细山会唱歌迎接。以前
有区别的所在会发上帝。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万权能的上帝。你也是掌管我生命中所发生一切的主。也我名是应当称颂的，对即时到永远，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万权能的上帝。感谢上帝恩典，自台湾新冠肺炎甲病毒共存的过程中，互阮会当免去因为新冠肺炎带来一切忧虑的思想。阮爱甲一切忧虑来交托互主，因为你顾念阮。阮知你的恩典够也阮用，也当互阮安然来经过。愿教会礼拜、聚会等等运作。渐渐恢复正常，愿感谢你的恩典。旧历7月是民间信仰所讲的鬼话，一人心内充满了惊吓不安，受到邪灵的捆绑，心内无有真正的平安。求主怜悯因，因为因唔认识上帝。感谢上帝的恩典，愿只要奉耶稣的名，我过耶稣的保护，就会当受到压榨甲保护，胜过一切对撒旦甲邪灵来的攻击甲搅扰，无受到捆绑，心内有真正的平安。我着爱照着这个平安7月节的节期来做好的见证，将上帝所赏赐的平安传到因的心中，除去因惊吓不安的心情。无过受到邪灵的捆绑，心内有真正的平安。耶稣伊本身替受咱的软弱，担当咱的病症，咱着要学习甲一切拢交托互主，求主赏赐阮，无论啥物境遇，咱有一个平安搁顺服的心。阮身体欠干拄着病痛的兄弟，求圣神安慰因。帮助因、扶持因、坚固因，照着医生甲医药，互因脱离身躯的病痛来得到医治。今仔日，阮教会也要庆祝爸爸节，求主纪念阮所有的爸爸，为了家庭的经济、家庭的经营、子女的教育的管教、信仰的传承等等所付出的辛劳，求主祝福。所有的爸爸有坚固的信仰、健康的身体，有上帝满满的恩典，甲因同在。今仔日是主的圣日，无论阮伫线顶是现场，拢要甲这个时间来分别做圣，用水的诗歌、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你。阮将今仔日的讲台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借着牧师来讨放你爱原则的信息。当要开始今仔日敬拜，求主圣神亲自的带领。祈祷感谢，拢是奉主圣之名来求。阿门。接下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书12章13节甲34节。和合本圣经是700页。现代台语译本是764页，显着我来读。13节，众人的中间有一个人甲耶稣讲：“老师，请你教我兄弟甲我分家伙。”耶稣甲伊讲：“你这个人，啥人任命我做恁的判官，也是公心。”伊就对众人讲：“着谨慎，着。”提防逐款的贪心，因为人的性命毋是在伫财产的外济。后来耶稣用一个比喻甲因讲：有一个好野人，伊的田园大丰收，伊心内想来想去讲：我无够所在通囤五谷，当要安怎？伊就讲：我着安尼做，我要甲仓库拆起来。搁起较大间，通来囤五谷甲一切的财物。
然后对我家己讲：哦，你已经积聚真侪财物，有通用到真侪年打青银啦，来啉、来食、来享受第20集。毋过上帝家己讲：戆人，今暝就要收回你的性命，你所积聚的一切，要留互啥人？共款，为着家己积聚财富。无互上帝看做好业，嘛会安尼呢？耶稣阁对伊的门徒讲：所以我甲恁讲，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伫操烦，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啥物伫操烦，因为性命比食物较重要，身躯比衣服较重要。恁看乌仔，因虽然无种作、无修行。无七仓，嘛无仓库，上帝嘛得甲因有赐，恁敢无比遐个鸟仔搁较贵重？恁敢有人想讲操烦，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久啊？既然连遮尔细项代志，恁拢无才调做，那着为着其他的事操烦。27节，你看山野的花，因安怎伫大长？因无劳苦，嘛无纺织。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伊穿的衫拢无比遮个花一蕊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仔日缀我，明仔互人火伫火炉，上帝拢安尼甲伊糟蹋。恁伊搁较会甲恁糟蹋，恁哪会遮无信心？所以你毋通干那伫想要食啥物、啉啥物，嘛毋通操烦。遮个拢是这世间无实的人所伫追求的。恁的爸知恁有需要遮个物件，颠倒大先追求伊主权的实现。这个物件就会拢煞互恁。恁细细羊群啊，毋免惊，因为恁的爸欢喜将伊的国互恁。着卖恁的财产来真济善食人，着为着家己准备用卖破的钱地来积聚用卖了的钱宝伫天顶。伫遐贼仔摕袂着。蛀虫嘛夹袂着，因为恁的财宝伫倒位，恁的心嘛会伫遐。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来行人。赞美，请圣歌队伊今仔赞美的诗歌，也是人骄傲亮调。
正道请牧师来正道，伊今仔正道的题目真正富足的人，真正富足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是总会所定圣教主日，所以咱伫这个礼拜中，透过音乐来学乐上帝，是8月第一主日。我想是咱做伙来思想的，所以我伫遮嘛提出一个呼吁：假使咱若有喙有声音，欢迎来加入圣歌队，以及假使咱若愿意，咱嘛会当来加入敬拜团。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伫伊的会中用音乐来学乐伊，来宣告咱的信仰；用音乐来祈祷，来称赞，来互相提醒。今仔日事实上嘛是另外一个真特别的日子，所以有人今仔日嘛特别甲我请假讲，伊要甲伊的爸爸做伙来食饭，或是怀念伊的爸爸。因为安尼，我想伫台湾，特别咱用8月8号即日，咱来庆祝爸爸节，其实是拄好摕即个谐音，上时嘛咧提醒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有母亲，嘛总是咱每一个人生命内底嘛有父亲。有人虽然会感觉讲爸爸过去伫台湾的角色可能有较严肃些看，所以检采甲咱的生活较无遐尼亲近。总是老爸其实是一个家庭内底真要紧的存在，因为安尼咱来学乐，咱爱求上帝也帮咱扶持咱每一个老爸，每一个人的老爸。上时咱搁较要紧的是，咱来做伙来听咱天灵的爸的声音。所以即时我要邀请你，你边仔的人，你头前的人，后壁的人，讲真欢喜会当甲你做伙做礼拜。假使你的爸爸啦坐伫你的身躯边，你嘛会当来讲爸爸节快乐。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阮，互阮开阮的耳孔，听见你要用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伫希腊的神话内底，有一个真出名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叫做米达斯 touch， 就是米达斯王的梦。故事是安尼。伫希腊神话内底有一个真要紧主要的神，叫做酒神 Dionysius。酒神的老师，伊有一个老师叫做希勒诺斯。伊的老师酒醉啦，酒醉了后，结果伫山林伫遐叫一群做田的人，因为伊伫遐作威作怪啊。算讲拍歹迄个田内底的农作物，所以田内底的农夫就来掠，就来带到米达斯王，这是一个王吼，当地王的面头前。结果王虽认出伊，上时也款待伊、讨放伊，上尾将伊交互酒神。这个酒神叫做Dionysius 为着要报答这个王，就应允伊讲：你若提出任何要求，我拢要答应。安尼王趁到一个机会啊！这个王想来想去，伊想讲：我生命中上爱的就是黄金啊！所以伊就向酒神提出一个要求。讲只要我摸到的物件，拢爱变做黄金。结果酒神就讲：随应好，你即时开始，你就有即种困难。所以对迄时开始，米达斯这个王就真做，就有一个迄个点石成金的本事。
一开始伊为着这项代志欢喜到挡袂牢，因为伊摸着的物件拢是黄金，对无？想起来真好呢，欢喜到挡袂牢呢。结果无偌久，伊就发现，其实这是一场灾难，因为伊手摸着的物件，伊无法度甲人近距离来接触，所以伊若摸着的萝卜也变做黄金，对无？结果上惨的是，伊上爱的迄个查某囝看到伊，就走来要来揽，伊要来主动拢袂使哦，揽着了，摸着。伊个查某囝也变做一尊黄金的像。这个时阵，米大使这个王才意识到，我实在有够戆的呢。所以伊就求神，酒神会当收回这款的能力。伊就互酒神带到一条河，当伊接触迄个水面，迄个能力就转伫河水内底，然后河内底的石头就变做黄金。王到尾才会当互这项能力对伊身躯来摕掉。亲爱兄弟姊妹，我相信伫今仔日咱真侪人拢渴望有这项能力，因为现代社会拢强调用力趁钱。无够巧，爱用钱趁钱，斗赢用钱趁钱较巧。有可能用钱的是了钱哦，但毋是用钱，咱拢想讲用钱趁钱，大家拢咱讲用钱趁钱较巧，对无？但是歹势呢，你有较巧。所以，伫今仔日台湾的社会，伫现代台湾社会影响。也是典范，咱爱知影，今仔台湾的英雄也是典范，无过是伟大的领袖，是王永庆，也是郭台铭。这个人亲像会当点石头变做黄金，因确实真拍拼无毋对，总是因会好业，担拢对家己的气力来嘛。人会好业。人有这个财产业，敢拢对家己来吗？相时咱嘛爱说字，假使咱有哪多，咱的责任搁较多。有真多黄金，就表示咱得到幸福吗？咱真正好业嘛？这个是刷落去咱爱问的问题。爱真细字，免得咱就变做亲像米大士这款的悲剧。这就是拄拄好是今仔日上帝话咧教示咱的。路加福音12章第1节，伫今仔日的圣经节一开始就安尼讲，咱做伙来读看卖这段经节。来，众人的中间有一个人甲耶稣讲：“老师，请你教我的兄弟。”甲我分家伙，犹太人的律比，先生是熟悉上帝律法的人，当时一般的人嘛毋茫伊就律法来做出判决。伫上帝律法内底，民数记27章、申命记21章内底拢有安尼教示：大囝通加分1分。换一句话来讲，厝内底这个兄弟姊妹兄弟几个，就分几分对无？然后大囝会当加分1分。咱若用今仔日的这个例，伊讲这个人讲吼，老师，请你为着教我甲我的兄弟甲我分家伙，伊只有一个兄弟，因为迄个兄弟是单数，听有意思无？所以这个家庭，咱行看即句就知影，这个家庭只有2个兄弟啊。那安尼，照上帝律法，爱分几分？毋是2分哦，吼，爱分3分。因为伫上帝律法内底，犹太人的律法就安尼讲，大囝加分1分对无？
啊那两个尔咧，两个就安尼，对吧？所以律法已经有假释，啊是安那这个人搁伫遮咧摇把叉。你是认为我的阿兄咧侵占我的家产，还是认为律法是无公平？听有意思无？伊问即句的意思是啥物意思？你是认为咱毋知影，总是关键是，这个人是伫群众的内底，主耶稣来发声。这个人公开发声。等于将因厝内底的代志，互众人知，对无？爱人爱外人来主持公道，爱外人主持公道。咱来知影，犹太人的社会是一个强调见效甲荣耀的社会，所以伊的这个行动，就亲像今仔日咱去到法院咧提告共款。这个人认为。我上亲的人甲厝边无法度帮助我，所以我需要外口的人来帮我主持公道。这是第一节所显出来的意思。伫我的牧师生涯内底，我有听过几件兄弟姊妹厝内底互相相告，为着老爸所留落来的遗产，来告上法院的代志。来找我的时阵，因拢已经提过啊。然后我拢会对因讲，老爸老母留落产业是要互恁祝福，总是恁若一旦提过，毋管你输还是赢，老爸老母所留的产业会变做咒诅，因为告上法院了后。兄弟他有可能阁会当同桌食饭，兄弟姊妹他有可能会当做伙坐落来回忆过去细汉所发生的代志，做伙来记得老爸老母的疼。上尾后，无论啥物人得到产业，你却爱甲迄个上亲的人来亲像对即时开始的。三册咱无啥交往啦，无交往。那安尼，请问，这个产业是祝福还是咒诅？我所听到的每一项，不管伊赢输，每一个项的相告，特别是兄弟姊妹的相告，拢互因感觉因的心互人伤去。拢互因厝内底关系破裂。请问，这个产业到底是祝福还是咒诅？检察即人认为，我老爸的产业，才会当反映我的价值。换一句话来讲，来当争取更较侪，我若趁更较侪，就代表我哪有价值。代表我为着这个家庭付出，加我伫这个家庭的地位，所以这个人是用什么话来形容家己？是用有偌济，我手中有偌济产业来形容我的身份、我的价值甲性命。这拄拄好是现代资本社会习惯用来形容人价值的方式。就亲像我时常听真侪人咧讲，钱毋是万能，无钱万万不能。啊，讲来讲去，金钱，但毋是对你喙来讲的金钱万能吗？所以当人看金钱做生命中上悬的地位，那安尼咱生命中暗情的动机，迄个贪婪就会浮起来。主耶稣断然拒绝即人，因为伊来的目的毋是要互人分隔、分离，伊是要带来隔阂。路加福音12章15节，主耶稣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
伊就对众人讲：要谨慎，要提防逐款的贪心，因为人的性命毋是在伫财产的偌济，有读到无？人的性命毋是家己财产偌济来评价。沙伊德这位神学家是安尼理解：主耶稣无做因中间的法官，做因顶头的法官。伊审判人心内的动机，毋是人手中的笑谱。人会贪心，互真侪无度满足的欲望来使咧行。咱拢想要有搁较侪。因为咱拢想要互咱的生活品质更较好，这其实无毋对。人确实需要一定的物质生活，才会当活。我想咱拢知影，这是基本要求。总是咱若掠做，咱有更较侪物质更较丰富，性命就会更较丰富。那安尼，咱就有大大的错误。因为主咧对咱讲，追求这的物质是人性，总是咱无法度对这的追求来得到满足。因为性命毋是在伫咱有偌济来评价。变色啦，智慧是传统基督教的处境。差不多写伫主前180年到175年。变色啦，智慧这本册其实有互天主教、英国国教甲东正教接纳做正典，不过伫咱的圣经版本无，因为改革宗教会并无接纳。不过伫中间有一段是安尼写。我来读互大家听。这个人因为在地甲野心变做好业，这就是伊所得到的。伊讲：我找到安息，现在通享受我的财富，伊却毋知影通享受偌久。伊上尾要死，将财富留互其他的人。这是主前180章，差不多180章。智慧的人所写，变色啦，智慧通常被看作跟亲像圣经内底的真言同款，是早前的智慧的人所写的。新人家认为主耶稣是照用变色啦智慧，这个当时大家拢知的智慧的语言，改变做咱落去所读到的这个故事。这个地极改变，主耶稣啦，这个当时大家拢知影的智慧，若改变做一个地极，来回应刷落来这个人所问的问题。路加福音12章16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后来耶稣用一个譬喻甲因讲，有一个好野人，伊的田园大丰收。变成了智慧用人的观点来讲，一个人若好业，是因为人的才智甲野心。总是主耶稣无共款，主耶稣伫这个故事、这个譬喻的一开始，就带咱看向上帝。虽然顶头无写上帝哦，总是若无上帝，迄个田园免哪有丰收，对无？我想咱拢小可知影，若无上帝，迄个田园，这个人有田园无路用嘛，对无？若无上帝，田园免哪丰收。所以，这个好野人应该安尼想：我要安怎？我今年有丰收对无？那安尼，我应该怎样回应上帝恩典？总是偏偏这个好野人无安尼想，伊是安尼想。17节是安尼想的，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心内想来想去，讲：
我无到所在通蹲五谷，打要安怎？咱来知影传统的中东社会是大家拢做伙徛带做伙。我想咱对古早台湾的传统社会起来，所有的人拢知影，古早的传统社会就是大家拢带做伙，所以因古早的人拢是活伫一个关系真密的社群内底，伫迄个砖头内底，差不多人拢熟悉。总是真特别的是，这个好野人只有对家己讲话，这表示啥物货？伊无法度信任别人，伊有钱，却将别人隔离伫外口，所以伊看代志的视野是扭曲的。伊家己问嘛，只有法度家己答。通常毋是安尼哦，通常阁有人会当问咱讲咱要安怎？今年出产袂少呢，要安怎？总是伊家己问，只有家己答。路加福音12章18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就讲，我就安尼做，我要甲仓库拆起来，搁起较大间，通来囤五谷甲一切的财物。这个好野人关心的焦点，拢是我的出产。伊对一开始就看，我的田园出产，我的仓库，我的粮食，我的五谷，甲我的财物，搁若亲像这个丰收是家己打拼来，搁若亲像，所以刷落来，伊就想起家己，刷落来嘛想家己了，家己的将来。路加福音12章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然后对我家己讲，你已经积聚真侪财物，有够通用真侪年，打清盈啦，来啉来食来享受。这互人实在为着财主好野人悲哀，伊亲像达到伊生命上尾的目标。伊生命上尾的目标，改成只有想讲，我要做好野人尔。总是真歹势，伊会当分享的只有家己。这个好野人甲现代人的想法真相近，因为当咱读到这个故事，往往会想讲，这个好野人想的无毋对啊，规划来积聚家己的产业，管理好家己的产业，有啥物问题啊？就亲像这个人到耶稣的面前，伊要寻求判决，伊想的是无公平，所以只有我。伊想的嘛是靠家己尔。换一句话来讲，亲爱的兄弟姊妹，当咱只有看家己、想家己的时阵，咱就有一个扭曲的视野，只是家己毋知尔。这个时阵，第二个声出现。路加福音12章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过上帝甲伊讲：戆人啊，今暝就要收回你的性命，你所积聚的一切要留予啥人？戆人啊，原文这字就叫做愚妄，也是笨蛋。咱伫这个世间有真侪规划，就亲像财主毋望有未来美好的生活，总是主耶稣咧对咱讲，咱的规划爱包括上帝。我时常听真侪人咧甲我讲也未啦，上帝也未叫我啦。我其实顶礼拜咧食饭时阵，时间也未到诶，我也未去。总是亲爱兄弟姊妹。你才会知影也未到，真侪人拢咧讲棺材内底底的是死人，毋是老人，对无？所以咱的生命内底的规划，一定爱包括上帝。若无，伊会亲像骂这个，毋是骂，伊是讲这个好野人。
你拢想好啊，总是六国公的呢。六国公的呢，收回当时时常放伫刑制顶头咧表达。所以上帝是对于这个财主讲：你的灵魂是我予你的，你的性命是我予你的，但我要收回。这也就是主耶稣伫故事一开始安尼讲，伊讲你迄个财主产业有大丰收，这拢咧讲啥物话？你要好好想，你有诶，甘你所拍拼来的嘛？甘拢是。当上帝来要收回，那安尼你爱想，你有诶，拢是伊诶稳定。路加福音12章2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同款为着家己积聚财富，无互上帝看做好野诶，嘛会安尼。虽上主耶稣无谴责咱享受，伊颠倒爱咱享受，因为主耶稣嘛真享受甲人做伙宴乐，做伙坐倒，所以伊无谴责咱享受快乐，伊嘛无谴责咱爱规划、爱计划、爱积聚、爱好好管理咱手中有诶产业。毋是，主耶稣并无谴责这个，主耶稣咧烦恼，假使咱诶目睭只有财富，只有产业。无伫上帝手中，那安尼，这才是真正的戆啊！所以主耶稣毋是宣告真个好野人一定会死，毋是，是伊嘛确实一定会死啦。我要坦白讲，咱爱想，咱爱知影，咱在座所有人到尾肉体拢会死。伊只是显露，主耶稣只是显露出这个人真正的丧向。因为伊孤单，无朋友通讲话，无人分享，只剩财产好野。那安尼这套哪算做是好野的人嘛？有啦，伊有真多，那安尼总是伊敢好野嘛？好野人掠做伊掌握一切，无想到伊的计划变做预言。这是主耶稣用来回应迄个眼中只有家产、无兄弟的人的一个故事。主耶稣要问伊讲：假使你性命的时间表，毋是照你，是照我的，照上帝，那安尼，你要安怎处理现在恁中间的关系？我认为所有破过病、重病的人，因的性命的时间表会重新调整，因性命中的迄个应该要完成的代志会重新调整。这拄拄好是主耶稣伫这个所在要对这个好野人讲的，因为安尼主耶稣所讲的话，这个话嘛关系投资。耶稣照着安尼要问咱。每一个人，请问咱生命中的大生的地位是啥物货？第一个应该要完成的是啥物货？到目前为止，咱生命上要紧的拢投资伫倒？刷落去，主耶稣活转身，伊去安慰遐个送到咧烦恼明仔载要穿啥食啥的人，特别是第一个人。对因讲，恁毋免操烦。路加福音12章22节到2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我甲恁讲，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得操烦，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啥物得操烦，因为性命比食物较重要，身躯比衣服较重要。这两个无啥共款，头前是有真多对无？有甲咧操烦对无？后壁无诶，嘛咧操烦诶。所以有咧操烦，无嘛咧操烦。所以主耶稣
用这是一个轻甲重的论证，就是用水比淡的类比。主耶稣讲，啊，连天灵咧飞的鸟，上帝拢赐话音，何况恁？路加福音12章25节到26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你敢有人想讲超凡会当互家己的性命较加活一时仔久？既然连遮尔细项的代志，恁都无才调做，那着为其他的事超凡。啊，咱要活偌久，咱当有法度，咱当有法度透过咱伫遮超凡，就会当互咱活较久，还是活较长，还是活较短。超凡无法度增加咱的年岁，嘛无法度阻止对达到到现在，咱已经经过用要1点钟。咱无法度阻挡这个时间一直往头前咧行，对咱现实的状况嘛无帮助。连迄个百合花甲草，上帝拢互因水到安尼，水到通比拼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阵所穿的，何况恁？因为安尼，路加福音12章29节到30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所以恁毋通简单地想要食啥物、啉啥物，嘛毋通超凡。这个拢是即世间无信的人所在追求的。恁的爸知恁有需要这个物件。当时犹太人家己感觉因是哲学家的角度无亲像外邦人，毋捌上帝，无真理，所以主前2世纪有一张批顶头安尼咧写，犹太人咧写外邦人是安尼写，讲因是诚清、诚啉清的人，用全部的人的本性瓦靠这个代志。所以耶稣是借用当时犹太人的自我认知咧对学生讲，咱无应该受到这个物件的限制。路加福音12章31节到32节，刷落去，主耶稣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颠倒着大声追求伊主权的实现，这个物件就会拢散互恁，恁细细的羊群啊，毋免惊，因为恁的爸欢喜将伊的国互恁。其实无人知影家己真正的需要，直到咱有真多。我想，咱若搬过厝的人就知，我旧年拄搬过厝，然后搬厝的时阵，才知影讲我爱器材的物件有偌济。我毋知影咱免搬厝啦吼，只要咱这个要搬散一寡物件，要变动一点仔物件，咱就知影哦，原来我古早有买这个哦。变出来，才知影讲吼，我毋知买偌久啊，我才知影我有这个。我毋知影咱兜有即款的想法无？总是其实咱拢有伤多。换一句话来讲，咱若继续活伫黑暗中，咱的目睭就只有物件，总是真歹势。当咱买着物件了后，随时就放袂记进。咱只有一项一项继续追求，所以迄个追求的欲望叫做贪恋、贪心。所以当咱专心倚靠上帝的时，咱就通看见鸟仔甲花，大自然就通变做咱的老师。所以，假使咱若将上帝放伫咱的头一位，咱就会有上帝的角度，这就是主耶稣应允咱的。那安尼，安怎做才会当成做一个真正富裕的人？安怎做才会当算做将上帝放伫第一位？主耶稣是安尼讲：
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着卖恁的财产来真济散车人，着为着恁家己准备用袂破的钱地，来积蓄用袂了的财宝伫天顶。伫遐贼仔摕袂着，酒桶嘛夹袂着。这段话其实历史以来有太多的故事通讲，我伫遮并无要真讲。 全部拢讲出来，有机会我会当甲大家分享这段话所影响历史顶头的基督徒因是安怎做。这段话主要是主耶稣爱咱慷慨，简单来讲就是安尼。主耶稣爱咱慷慨，透过慷慨来互遐贪婪甲烦恼摕掉，对咱的性命中摕掉。咱来知影祈祷。 敬者甲慷慨，这是传统犹太人敬虔的基础。申命记15章第7到第8是安尼讲：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无论倒一个城，若有散车的同胞，恁毋通硬心，手勾起来，无要帮衬伊。恁一定着伸手帮衬伊，照伊的需要，照伊。 补伊的欠缺，上帝爱咱的慷慨，就亲像《申命记》所讲的，毋是看到边仔的乞者，互伊10箍、100箍，毋是安尼哦，是爱攻击伊，互伊会当脱离伊的丧向，真特别哦！上帝爱咱的慷慨真特别。 1/10的奉献，才会规定爱供给圣职人员甲圣殿的需要，总是每3年一遍，爱供给才会送香的、寄卡的以及孤儿寡妇。这记载是《申命记》14章29节。总是上帝毋是阶级斗争，无将不有的人当作是歹人。 申命记23章24节到25节，特别咧保障这个好野人，无递到互人来占便宜。伫上帝律法内底，其实阁有一项真特别的喜年，咱未来有机会讲到旧约的时阵，咱会当来讲这项。749当，毋那是爱互少欠少来互免。 上时土地嘛爱归还，新约家是安尼讲，这是上帝话对咱的提醒。毋管人财务管理偌害，限伫债务的苦楚有偌深，总是每一个人甲每一个家庭伫一世人中间，拢有一遍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就是喜年，749当，所以是差不多一世人一遍，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新约家对上帝律法做出结论，圣经对财富甲私人财产的态度，无法度归入今仔日一般的分类，因为伫今仔日世界内底有2个强势的社会制度，一项是叫做共产制度主义。 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以及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会强调为着国家来牺牲家己，因忽略个人这个真宝贵的财产。总是若无限制的个人主义，会无少牺牲国家族群来保障家己。 圣经对这2方面拢提出挑战，原因是圣经对送香的原因有真特别的看法。这2个制度是安怎来？是人对送香人的步入甲送香的看法来。圣经的看法，自由派的看法是，一个人送香是对社会制度来，亲像种族、家庭。 经济、北色等等，
总是保守派的人，若看做一个人送香，是对个人、家庭的败坏、品格的欠缺自律来的。实际上，圣经真平衡，互咱两个原因：有对社会来，也有对个人来。所以，上帝看送香人的送香甲不如，其实是看伊做一个真复杂的社会现象。不过，伊借着主耶稣要对咱提醒，也对咱警告。路加福音12章3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恁的财宝伫倒位，恁的心嘛会伫遐。现在甲牛必真是安尼讲，咱的问题是，每一个人咧衡量家己的时阵，拢较悬估量我应该得到的，然后咱会看我的厝边，他会使得到遐多。咱较悬估迄我他会拢无得到厝边迄份。所以，假使咱若个人要争取的是家己所谓的公义，咱若无熟悉上帝公义的标准，那安尼，咱嘛有可能伫争取的时阵，成做无法无天无情的推动者，毋是公义的代言人。亲爱兄弟姊妹，真正不如的人，是知家己性命优先处事的人，是明白上帝拢知咱的性命到尾是伊掌权，更加愿意将家己予人的人。愿上帝帮助咱，予咱真正做真正富裕的人。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因为阮有时阵过头看家己过重，颠倒忽略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的地位，更较忽略上帝你爱阮，无看家己即款的心怀。求上帝赦免阮，帮助阮，互阮知阮所有的一切。毋单是阮手中所拍拼来，最拢是上帝你所赏赐。若毋是你，阮无教业，无才调，有。因为安尼，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知上帝赏赐的，上帝褪去是应该。因为安尼，求上帝帮助扶持，互阮变做更较富裕的人。伫这个世间，活出上帝的听甲智慧。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撒该因信息第610首，耶稣是阮心所欢喜，耶稣是阮心所欢喜。会众请今日念全首。耶稣是我心所欢喜，你使我命各属更免，两尽世界心怀满意，愿我可你心为安宁。你的真理眼望无变，心里的人必得拯救，这里的人属于
耶稣以我无所求，耶稣最我也会拼，好阮通吃通地勇行，啉你我水，靠你尊名。我可你拢无惊吓，我的心心有时也神，因为世间常常变迁，希望爱甲你相见人，求你。他呀，去年耶稣愿你甲阮听见，互阮世界平安欢喜，罪恶关系都要到你，将你先更叫我。知识，会场请坐，即粒来奉献，请赖建义执事甲张伯君执事来施献。咱若头一摆来教会毋捌奉献意义的人，也会使免奉献，袂要紧。会场请记来吟奉献的诗。即报告，报告大先，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周报头一页，我来读一遍，请会友来读两遍。伫上主恁的上帝守护恁的地，无论倒一个城，若有散社的同胞，恁毋通硬心，就手举起来，无要帮衬伊。恁一定着亲手帮衬伊，照伊的需要，照伊补伊的欠缺。申命记15章7甲8节，请。上主，恁的上帝守护恁的地，无论倒一个城，若有散车的同胞，恁毋通硬心，手举起来，无要帮衬伊，恁一定亲手帮衬伊，照伊的需要，照伊。补伊的欠缺。申命记15章第7节到第8节。
伫上主恁的上帝守住你的地，无得城，然后散车的同胞，你毋通硬心，手举起来，无要帮助因，恁一定要亲手帮助因，照伊的需要照因补伊的欠过。生命记十章第7到第8节。咱献归周报第一啊，咱8份的第九中席是当为民长老，次序是傅奇芳加郑阳洲次序。咱这礼拜加后礼拜的聚会进行咱家己看吼。迄个咱的事项是咱家己来看。咱周间的聚会加主流聚会加教育部的课程，咱家己来看吼。第二咱小会的聚会的表的时间地点咱家己来看。咱奉献的名册咱若有问题请来请教会办公室是咱中心来跟进。周报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第一，咱今仔要庆祝父亲节吼，祝福每一个父亲身心健壮节日快乐。咱请博士来主持。来，这个今仔日要庆祝父亲节，所以我要邀请在座的女执事、学士姊妹来头前来帮忙，会当来分。所以在座我要邀请在座的父亲。老爸做老爸身份徛起来好无？即时拢徛起来来。看有姊妹会当来斗相共未？来，对，来，这个徛一个，咱做伙来祈祷啦吼，咱做伙来祈祷，退掉了请坐，退掉了请坐吼。头前阁有哦，头前阁有，头前阁有无退掉的吼。其实这淡薄尔，我想咱拢知影，这无法度代表偌济，总是咱若手摕着红包，表示一个感谢加祝福。楼顶来，斗相共者。所以当咱摕到这个红包的时阵，随上这嘛是可能教会会当做的代志内底买啥物款的礼物上好是家己去买啦，可能无啥够啦，所以咱若爱的迄个咱家己来买咱有看到咱的主日学。透过这个吟唱因要来庆祝父亲节，所以咱来退掉了请坐退掉了请坐，咱来听因吟唱了，咱做者祈祷来。
来拍扑克来做声。来，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赏赐，互阮有老爸。阮每一个人的老爸，透过因伫生命中所付出的疼，来疼阮。主，求你帮咱扶持，互阮会当少年记得阮的老爸的疼，搁较记得你天灵的爸即款的疼。主，阮也将在座以及线顶所有的老爸拢交伫主你圣手。主帮咱扶持，互阮有够野的智慧，知怎样甲阮的囝儿做伙斗阵，怎样养饲因、保护因、教示因、带因成做上帝你所疼的囝儿。求上帝帮咱扶持，祝福在座以及线顶所有的老爸，性命真正有坚强。灵魂有勇壮，因的性命通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主，你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继续来报告。咱8月份的伫月长职长老是陈惠民长老，执事是傅启芳甲郑亚忠执事。第三，咱8月份的中职会，咱是做书面的报告，请各部将资料来交你办公室来累整。下主日8月14，第一，下主日是得胜者的主日，请得胜者的老师同工迄日上午8点到4楼礼拜堂来练歌。那第二场礼拜结束了后要举行会长的改选。第二，妇女甲夫妇团契会长的改选伫下晡7点伫7:05教室来举行。请成员来出席。教会消息第一点，我来计划8月14要去三民教会到咱教会的福音队，因为疫情得到咱服侍的人员来减少所以咱来取消请为着三民教会甲咱教会的青年来代祷，也感谢各位兄弟对福音队的支持甲奉献。来，我伫遮来补充报告这项。伫对顶礼拜开始，我就接到一寡消息，知影讲有一寡少年人因为疫情，厝内底疫情就是暑期的关系，所以因进前有答应应允会当去，总是因的这个家长也烦恼，就取消因这个毋茫讲因莫去的状况。其实我真感谢咱今年的青年会当回应这个呼召，所以因真勇敢。伫今年的5月份，就讲伫疫情更严重的时阵，就讲因想讲来使去到三民教会来举行福音队。所以我对7月份开始，就邀请会友为着因来祈祷甲奉献。所以不过这项代志到顶礼拜就发生一个变化，后来。我请因爱好好慎重考虑，我知影因有侪的考虑，因为到尾的老师确实剩无几位，所以因就甲牧师参详，伫顶礼拜拜4来决定就来取消即届的福音队。所以咱的兄弟姊妹若为着三民教会福音队奉献的，遮个，阮到今仔日就暂止。然后，阮毋茫，其实小会本来进前就有一个共识，就是三民教会福音队的奉献，才会要转过对三民教会，因为福音队用村嘛是要囥伫三民教会，所以才会爱经过小会员讨论。不过，阮大概有共识，就是才会要转一笔，就来对三民教会咱的姊妹教会来奉献。咱爱
为着遮个青年有勇气来承担即款的责任，随上不管去也无去，拢是一种承担。所以，咱来为着因祈祷，也上时为着咱的姊妹教会、生命教会来祈祷，嘛知影未来搁较有搁较侪机会，咱两间教会会当搁较互相的沟通。好，继续来报告。第二，2023年，咱中式候选人的名单如下：场内候选人张伯金、陈建州，技术的候选人陈柏言、陈美智、刘泰山、李立芳、黄耶瑟、赵美珠、李正义、蔡乃平、陈瑞香、蔡雨茹、尤祥林。第三，2022年到2023年，咱团契会长改选的时间甲地点，咱请咱家己来看。第四，咱小组1个礼拜申请的流程，咱日期是2022年10月30日。咱方式第一是自行组团1天，也是2天1暝。第二，咱10月9日12点进前，咱小组长会提供办公室，咱要去的名单甲签名，要去的地点甲行程互由团导部来审核。第三，咱经费补助是每一人400块。以顺时先后总人数225人为限。第四，各组咱先支付这个所爱的费用，那爱收集咱合法的发票，甲活动的相片，来交互关怀部来审核来申请补助。第五，咱同教会以8个区的小组，咱65岁以上8月份生日的长辈，请各区长、徐秀莲干事来领关怀礼券，适时关心来探访。教界消息，第一新竹中会乡里部手指零收的旅游，咱时间是8月22到24号，那3天2暝。咱地点咱家己费用，咱家己来看吼。即日的日期是8月14，中昼进前。咱名额是720名，用报名的顺序额满为止。那以相连的会员为做优先。第二，2022年桃园平安7月关怀弱势公益音乐会，咱时间是8月28，礼拜四下晡2点半，地点是中立艺术馆。欢迎会友甲教会办公室来免费来提票。第三，中式东港会观摩零售的旅游，那时间是9月1号甲2号，地点咱家己来看，费用是每一人2700吼。咱要报名，咱来甲迄个简称长老来报名。咱第倒的事项，那为着教会改变时间，甲个小组的组织来大岛求主赐予咱有健康甲活泼的灵。共同建造同教会第二，为着咱病痛、身体欠的兄弟来祈求代祷。第三，为着咱同教会咱牧者中职团契首长服侍东港团队来代祷。第四，为台湾的疫情甲教会咱确诊的兄弟来身体恢复来代祷。以上报告，请牧师来。祝福谢恳信息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愿上主大仁爱。今日说，请牧师来祝祷。
请起立，咱来吟2遍。愿上主大仁爱，应验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更偏着你，应主必宽待你。主相信保守你对指示，到永世代。将你唱做我，愿上主大仁爱，应验我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我也同在。愿主也更偏着我，应主必宽待我。主相信保守我对指示，到永世代。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保证。阿门。阿门。阿门。会众请坐，殿阁列倒。一粒过营平安礼，咱来互相请安，耶稣听你，赐你平安。